日常生活入面，你試過幾多次？明明心入面有1萬個不願意，有1萬個 no， 但為咗顧全大局，唔想得罪人，你最後都係選擇將委屈吞落肚。你永遠最關心身邊人嘅情緒，唯獨成日忽略咗自己。每日返完工，應酬完，返到屋企，明明已經攰到死，但當你一瞓落床，個腦就自動開咗間24小時營業嘅夜間法庭，開始瘋狂自我審判，反覆重播日頭嗰啲委屈畫面。點解我當時唔當面拒絕佢？點解次次執爛攤子，吃力不討好，嗰個都係我？點解我連拒絕人都要喺心入面排練幾十次？結果你每日都陷入咗喺呢種無盡嘅精神內耗中。歡迎嚟到拿鐵閱讀室。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呢本《海鷗才不管那麼多》。呢本書簡直就係為呢班討好型人格嘅人打造嘅續命指南。作者用好生活化、一針見血咁剖析我哋內耗嘅根源，直擊大家最痛嘅討好型人格困境。更重要嘅係，佢會教我哋點樣可以好似海鷗一樣理直氣壯咁樣隨心自在，完全唔使理人哋嘅眼光，留翻多啲空間俾自己。依家就等我哋一齊跟住書入面主角萊亞嘅故事，睇下點樣可以最終活得鬆弛、清醒，真正學識放過自己。主角萊亞天生性格溫和，佢做人嘅最高原則就係家和萬事興，最驚同人發生衝突。佢就係有一個典型嘅討好型人格，偏偏命運就安排咗一個獨居嘅極品鄰居普雷塞爾女士住喺佢樓下。呢位普雷塞爾女士性格挑剔計較，凡事都以自身利益為先。佢最叻嘅就係用一種看似客氣、實質霸道嘅方式，一步一步踩過你嘅底線，簡直係慢性靈魂勒索。有一日，萊亞收工返到屋企，攰到死，只係想安安靜靜，好好放空一下。佢啱啱換好衫，諗住坐低休息。突然之間，門鐘狂響。佢一開門，普雷塞爾女士笑住咁講：萊亞，我屋企個吸塵機壞咗，借你嗰個用住先。仲有，你今晚行路可唔可以細聲啲？你啲腳步聲嘈住我睇電視。當時萊亞個心其實即刻沉一沉，佢內心好嬲，其實係想講：第一，我自己一陣都要吸塵，借唔到俾你；第二，我喺屋企行路已經好細聲，反而係你個電視開得太大聲，嘈住我。但係另一方面，萊亞腦入面彈出嚟嘅憂慮係：如果我依家話唔方便，佢會唔會覺得我好小氣？如果我同佢拗，以後喺走廊撞到，咪好尷尬。大家隔離鄰舍，算啦，忍一時，風平浪靜。於是萊亞笑笑口咁，雙手將吸塵機遞俾佢，仲要反過嚟同對方講：唔好意思，我以後會行得細聲啲。呢個情節，大家會唔會好似曾相識？係咪好有共鳴呢？正所謂人善被人欺，你越係好相處，越退縮，對方就越覺得你好合，逼得越緊。自此以後，普雷塞爾女士成日借吸塵機同其他嘢，借完從來冇主動還，態度仲越來越奉旨。每次萊亞想去拍門，想去攞返自己啲嘢，都要喺門口做足10分鐘心理準備，每次都心跳加速，但最後都係唔敢開口。甚至有一次，普雷塞爾女士自己喺屋企開 party， 嘈到半夜，音樂大到震到萊亞個天花板都喐。萊亞頂唔順，但你估佢點做？佢竟然唔係落去投訴，而係自己默默戴上抗噪耳機，一邊忍受震動，一邊仲喺心入面幫對方揾埋藉口。可能佢一個人喺屋企寂寞啫，由得佢開心一晚啊！嗱，呢個就係討好者嘅第一重地獄，用傷害自己嘅方式去體諒傷害你嘅人。萊亞喺屋企活得咁委屈，好在佢身邊有個同佢截然不同嘅男朋友鮑里斯。鮑里斯係一個好直率、好堅守自己底線嘅人。佢做人嘅宗旨係有嗰句講嗰句，絕對唔會為咗維持表面和諧而委屈自己。
睇到萊亞一次又一次咁被鄰居搵笨，默默咁吞聲忍氣，鮑里斯每次都會一針見血咁，甚至有啲嬲咁提醒佢：萊亞，你知唔知你依家做緊乜？你係用緊自己嘅精力同時間去為人哋嘅自私買單。普雷塞爾女士之所以可以不斷踩過界，係因為你每一次嘅冇所謂，都等於送緊張邀請卡俾佢，叫佢繼續恰你。其實鮑里斯講得好啱，一味退讓係換唔到尊重嘅，反而會令對方得寸進尺。人哋得罪你、侵犯你，你唔好次次都攬晒落自己身上，覺得係因為自己做得唔夠好，係自己太敏感。但萊亞聽完之後，第一時間唔係覺得被點醒，反而係覺得好驚、好抗拒。佢覺得鮑里斯太冷血。佢同鮑里斯講：你講就容易，如果我好似你咁直接，人哋會覺得我好自私、好無良，我唔想做一個衰人。呢個時候，鮑里斯望住佢，一針見血咁講：萊亞，你以為自己係做緊好人？你其實只係做緊一個唔敢承擔衝突後果嘅膽小鬼。鮑里斯呢番話就好似一塊鏡咁，直接映照出萊亞內心最脆弱、最唔敢面對嘅地方。呢兩個截然相反嘅處事模式，每日都喺萊亞身邊撞擊，亦都慢慢推動住佢去反思自己一直以來嘅忍讓，到底係一種高尚嘅善良，定係一種無能嘅懦弱？如果鄰里關係仲可以避，可以返到屋企閂埋門當睇唔到，但職場就真係避無可避。萊亞喺公司有個同事叫索菲，做嘢出名粗心大意，但社交能力極強，最叻喺老細面前擦鞋。有次有一份好緊要嘅 project， 索菲睇漏咗好多嘢，連核心嘅客戶資料都寫錯晒。佢轉頭就將份 file 交俾負責複核嘅萊亞。當時萊亞自己忙到癲，手頭上有3、4個 project 同時做緊。當索菲好溫柔咁同佢講：萊亞，你幫我望望就得，應該冇嘢錯。萊亞因為唔好意思拒絕，一時信咗佢，睇一睇就簽字交咗上去。結果份 file 上到老闆度，老闆睇到數據出錯，大發雷霆，即刻開緊急會議，喺大會議室入面拍晒台咁鬧。呢啲數據邊個揾㗎？點解會錯得咁離譜？知唔知咁樣公司會損失幾多？呢個時候，索菲第一時間企起身，一臉委屈，眼泛淚光咁望住萊亞，然後同老闆講：對唔住啊，老闆，呢份資料我一早交咗俾萊亞做複核嘅，我以為佢已經 double check 咗冇問題先交上嚟。生性怕爭執，最驚成為全場焦點嘅萊亞，一見到全個會議室嘅人都用一種指責、質疑嘅目光望住自己，佢個腦即刻一片空白。佢潛意識入面個防禦機制又啟動咗。如果我依家開波同索菲搏，老細會唔會覺得我喺度推卸責任？大家以後仲點相處？為咗唔好當場反面，佢冇反駁，只係水低頭，默默吞咗呢隻死貓。係，我冇睇清楚，對唔住。事後索菲完全冇內疚過，放工仲開開心心去 happy hour。而萊亞呢？佢當晚喺公司孤零零咁加班，加到凌晨4點，一邊改一邊流眼淚。返到屋企，佢一邊洗面一邊望住塊鏡，好自責，好後悔。點解當時咁冇用，咁懦弱？點解我唔敢講出事實呢？經歷完隔離鄰舍嘅穩在數，同事嘅卸鑊，再加上男朋友鮑里斯話佢係膽小鬼，萊亞嘅精神狀態卒之徹底崩潰，佢終於頂唔順，去揾佢嘅心理學家閨蜜訴苦。萊亞面容憔悴，崩潰咁問：點解我咁失敗？點解我明知受委屈都停唔到去迎合人哋？唔通我想維繫和諧，想做個好人都有錯咩？閨蜜飲咗啖咖啡，然後慢慢望住佢，講咗一個好殘忍，但能夠幫佢帶嚟救贖嘅真相。萊亞，你呢種唔係善良，你係患上咗和諧成癮症。你對表面嘅和諧產生咗好似吸毒一樣嘅病態依賴。只要身邊嘅人一黑面，你就會極度恐懼。
為咗消滅呢個恐懼，你寧願自己吞咗粒毒藥，犧牲自己，都要換取嗰1秒鐘嘅表面和平。佢個心理學家閨蜜仲同萊亞分享咗一個好經典嘅心理學模型，叫做卡普曼戲劇三角。閨蜜同佢講，喺呢個三角入面有3個角色：迫害者、受害者同埋拯救者。討好者最容易陷入一個死循環。老細呢個迫害者鬧同事，同事做咗受害者向你求助，你討好型人格發作，正義感爆發去救佢，做咗拯救者。結果一出事，同事為咗自保，反手將隻鑊甩俾你。同事1秒鐘變咗迫害者，而你反而變成咗最慘嘅受害者。閨蜜望住萊亞講：如果你想戒咗呢種和諧毒癮，第一步你一定要睇清自己點解會不斷行入呢個三角。我哋之所以每日陷入精神內耗，係咁討好人，背後有3大深層根源。第一個根源，我哋可以用儲印花嚟比喻。閨蜜話，討好者最中意喺心入面儲一種嘢，叫做憤怒印花。每次遇到不公平對待，心中不滿，你為咗顧大局選擇忍，就好似默默收低一個憤怒印花咁，儲儲埋埋就等於儲夠印花，等有一日大爆發換份大禮。好多人以為忍得就忍，件事就會過去，但實際上係逼自己壓抑嘅情緒根本冇放過你。當你忍到極限，臨界點一到，你一係就控制唔住，大發脾氣，將所有負面情緒發洩晒喺真正愛你、最包容你嘅伴侶或者父母身上；一係就自己同自己過唔去，成日胡思亂想，搞到自己心力交瘁。大家一定要記住，你退一步，人哋只會再行前一步，最後越踩越前。第二個根源係人際衝突嘅災難化想象。人之所以唔敢拒絕，係因為我哋每個人嘅腦入面都住咗一個奧斯卡級數嘅恐怖片大導演。每當你想講一句 no 嘅時候，你個腦就會自動編劇上身，喺心入面瘋狂預演各種最慘、最誇張嘅情節。佢會唔會自此黑我面？大家以後撞到會唔會好尷尬？老細會唔會炒我？其實呢啲恐怖畫面99%都只係你個腦送俾你嘅情節，現實中根本唔會發生。所以困住你嘅從來唔係人哋，而係你腦入面嗰啲恐怖畫面。第3個根源係自我認同感嘅愛字。討好者最致命嘅係將自己嘅自我價值變成咗一個冇密碼、冇防火牆嘅公共 WiFi。只要人哋稱讚你、認可你，你個 WiFi 信號就滿格，你就覺得自己有價值。但只要人哋一黑面、一冷淡，你個 WiFi 就即刻斷線，你就覺得自己冇用。好似你將自己屋企嘅 WiFi 密碼公開晒俾全世界，咁任何人行過都可以隨便連線，即係可以直接影響你同干擾你。當你嘅喜怒哀樂全部由人哋點頭或者搖頭嚟決定，你人生嘅網速就會慢到完全停滯，你連為自己做一個決定嘅力氣都冇。喺日常生活入面，我哋咁努力、咁小心翼翼咁去扮演一個友誼小姐，但友誼小姐係咪就真係代表會換嚟尊重同受歡迎？現實往往好殘酷，好多時候你無底線嘅包容未必換到真心嘅朋友，反而只係等於話俾人知我好恰，咩都得，隨傳隨到。你以為委屈自己可以換嚟人際關係嘅滿分，但其實你只係將自己珍貴嘅心血同付出雙手奉獻咗俾一啲根本唔珍惜你嘅過客。萊亞依家終於認清咗自己嘅和諧成癮症，亦都明白咗自己個腦入面嗰個恐怖片導演點樣去嚇自己。但係知易行難，一個習慣咗卑躬屈膝、習慣咗做公共 WiFi 嘅人，到底要點樣先可以喺下一次鄰居嚟敲門、下一次同事俾隻鑊佢孭嘅時候，點樣成功變陣呢？萊亞問咗閨蜜一個好關鍵嘅問題。我幾十年嚟嘅思維模式都係咁，只要一遇到衝突，我就驚到想走。我到底可以點樣自救呢？閨蜜拉開窗簾，
指住喺海灘上旁若無人咁搶緊嘢食嘅一隻海鷗，同萊亞講：來啊，你睇下嗰隻海鷗。你想得到真正嘅心靈救贖，打破對衝突嘅恐懼，你就要學識將你嘅潛意識切換成海鷗模式。海鷗之所以活得咁自由，係因為佢哋身上有討好型人最缺乏嘅兩大智慧。第一大智慧，海鷗只會活出自己，從來唔需要向邊個交代，更加唔會心虛。你有冇見過一隻海鷗喺碼頭好大膽咁搶咗人類一條薯條之後，佢飛返去礁石上面，會一邊食一邊好自責咁反思：死啦！我頭先係咪太粗魯、太冇禮貌？嗰個人類冇咗條薯條，會唔會好唔高興？全碼頭嘅雀會唔會覺得我好自私、好衰呢？事實係，海鷗先唔會理咁多。佢食完條薯條，抹抹個嘴，下一秒鐘就繼續開開心心咁去吹海風、去曬太陽。海鷗之所以活得咁自在，係因為佢哋遵循一個最自然、最誠實嘅生命法則，係任何時候都一切以自己嘅舒適同需求為先。呢種以自己為中心嘅自私，喺我哋由細到大嘅教育入面被嚴重污名化。我哋成日被灌輸要做個懂事、包容嘅人，蝕底少少冇所謂。但作者帶俾我哋嘅第一樣心靈救贖，就係想話俾你聽：如果善待他人需要建立喺背叛自我、渣幹自己嘅基礎上，呢種絕對唔叫善良，呢種叫病態。你連最無辜、最需要你保護嘅自己都未善待好，你憑咩去扮演拯救者？海鷗教我哋應該理直氣壯咁顧好自己，唔需要向任何人講對唔住。跟住落嚟，第二大智慧，海鷗放低咗全能自戀，接納人生嘅殘缺。閨蜜同萊亞講嘅呢點，直情係一言驚醒夢中人。好多討好者、內耗者，表面上好自卑、好和順，但喺心理學深層睇，佢哋其實隱藏住一種叫全能自戀嘅心理。乜嘢叫全能自戀？就係你潛意識覺得自己好偉大，偉大到覺得自己可以承擔到身邊所有人之餘，仲可以憑自己嘅努力，令到全世界每一個人對你都讚不絕口，冇任何人對你有怨言。你想令老細永遠讚賞你，你想令同事永遠覺得你好相處，你想令鄰居永遠覺得你係個完美、挑剔唔出毛病嘅好鄰居。但就算你做得再完美，呢個世界上依然會有人唔中意你。救贖嘅核心就係承認自己嘅能力同時間都非常有限。其實每日你只需要令你自己開心。至於其他人開唔開心、滿唔滿意，就與你無關啊。聽完海鷗生活嘅心得，最重要嘅就係要將佢實踐，變成日常生活入面嘅修正練習。書入面主角萊亞就係透過以下呢5個簡單可以直接套用嘅日常步驟，一步一步收回人生嘅主權。第一步，套用溫柔而堅定嘅拒絕公式。往後如果同事或者身邊嘅人又想踩過你底線，將啲本來唔屬於你嘅責任推俾你嘅時候，你要戒咗長篇大論編藉口嘅習慣，因為你藉口越多，對方就越多漏洞去逼你。以萊亞職場故事為例，千祈唔好咁講。對唔住啊，索菲，我真係好想幫你改呢個 file， 但我今晚要陪阿媽食飯，而且我真係有少少唔舒服，隻狗又要睇醫生，真係唔好意思啊，下次一定幫。對方一聽就會覺得你藉口多多，可能會話：咁你陪完阿媽後，返屋企幫我搞咪得咯。所以我哋要用海鷗型新修正，先直接提出客觀事實，再做清晰結論，最後禮貌收尾。應該咁講，索菲，我手頭上依家有2個報告要趕，我今日真係分唔到身，忙到爆，冇辦法幫你複核啦，你揾第2個同事幫手啦。講完之後，微笑、點頭，轉身做自己嘢，唔需要講對唔住，因為你冇做錯事。第2步，實施情緒當日清，拒絕草印花，唔好再喺心入面儲啲憤怒印花，遇到人哋無理踩界。
當下就要用最平靜語氣講出自己底線。好似主角萊亞咁，當樓下普雷塞爾女士再嚟敲門想借嘢嘅時候，萊亞做出咗佢人生第一次嘅修正。普雷塞爾女士，上次你借咗我個吸塵機，要我落去吹三吹四你先還，我覺得好煩，同埋我今日自己都要用，借唔到俾你啦，唔好意思。要將你嘅底線講得清清楚楚，當你敢訂立底線，人哋先會真正學識尊重你。第三步，建立最壞情況承受力清單。每次你想拒絕人，而你個腦入面嗰個恐怖片大導演又想開工嘅時候，請你冷靜落嚟，喺心入面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我依家果斷拒絕佢，最壞最極端嘅後果會係咩？後果可能係同事會對我黑面，喺背後講我壞話。第二，呢個後果會唔會令我死？會唔會令我破產？答案應該係完全唔會。第三，如果佢真係黑我，面唔睬我，我可以點樣面對？答案會係無視佢。我返工係求財、求發揮、尋找自己嘅價值，唔係求同佢做生死之交。只要你將恐懼具體化，你會發現原來9成9嘅最壞後果你都完全承受得起。第四步，每日自我提醒，重建內在底氣。每日望住塊鏡同自己講，我嘅感受非常珍貴，值得第一時間被尊重。我唔需要強求所有人鍾意我，亦唔需要為咗滿足人哋嘅期待而背叛自己。堅持咁樣做，你嘅內在底氣就會慢慢提升，唔再輕易因為人哋唔高興就立即崩潰。第五步，每日10分鐘嘅海鷗式鍛煉。每日無論幾忙都好，逼自己留返10分鐘，將自己好似開咗飛行模式咁放空一下，唔好再去諗之前嘅煩惱或者之後要擔憂嘅嘢，將所有煩人嘅人際關係、公事、私事暫時放埋一邊，靜靜咁感受當下呢一刻，飲啖熱茶，幫自己個腦清下靈，叉返滿電。下一次，當你喺公司或者生活入面，又想委屈自己，又習慣性想講句冇所謂，去迎合人哋嘅時候，希望你喺心入面諗起隻海鷗，記住佢無拘無束，咩都唔驚，拍拍對翼就飛上藍天嘅樣，然後喺心入面同自己講：海鷗，先唔理咁多嘢，我都一樣。人生短短幾十年，與其做一個成日筋疲力盡，最後只剩低滿心委屈嘅超級好人，不如學似海鷗一樣，活得輕鬆、清醒、無愧於心。如果鍾意今集拿鐵閱讀室同大家嘅分享，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 留言分享屬於你嘅海鷗時刻，將呢條片 share 俾身邊友誼先生或者友誼小姐。我哋下次再見，拜拜。